幫我第一個老闆做咗10年，而家個老闆啦，我又幫咗佢10年，咁我喺嗰度做咗20年啦，唔簡單嘅。滾石餐廳開咗30年，換咗2個老細，即將喺呢一個星期五正式結業。由開業做到結業嘅員工 Wendy， 見證住餐廳20幾年嚟嘅變遷。好唔捨得啲客咯，因為我哋做咗20年，其實都好多係熟客嚟㗎。我直頭呢幾日啲客啦，知道我哋唔做啊，又特登攞啲西餅過嚟啊，好多客咧都係日日嚟㗎，早餐20年冇斷過㗎。但係發覺到嗰個餐單越嚟越近之後，嗰個係唔捨得啊。佢以前係喺 food court 嘅，就聽到由 food court 搬咗上嚟之後，就已經幫襯，變咗佢第一日嘅老闆就我哋已經咁樣嚟幫襯，跟住佢轉老細，我哋又有幫襯咗好多年咯，20幾年。有一種惋惜，即係要去揾翻一間咁熟絡、咁傾得埋嘅員工，唔係咁容易揾到咯。滾石餐廳位於 Warden Gap Stills， 係附近打工仔嘅飯堂。10年啦，第一手嗰時我哋食嘅 lunch time 通常嚟呢度。我哋以前成班人嚟嘅，我有時我哋啲外國同事都嚟一齊嚟，佢哋中意食嗰啲咖喱呢度。太大競爭，生意比 Covid 之後都係靜咗好多，同埋好多嘢都皮費都好重，你知人工都貴咁，其實都好吃力咯。